亲啊，歹消息，非洲猪只入来台湾咯，咱辛苦维持7档这个边境管制破功啊！台中5车一间养猪场啊，出现了非洲的猪只，这防疫人员赶紧的扑杀195只猪，嘛针对周围其他3位养猪场来做监控。农业部赶紧的今仔中昼就宣布啊，开始啊，这个猪啊禁运禁台要连续5天。 穿全套的防护衫，防疫人员真细腻，甲这个猪条195只猪拢总抬死，因为这个猪条内底猪有检出非洲猪只。伫咧台中5车猪条，因为猪熊熊大量死亡，就甲检体送验，确定有非洲猪只阳性反应。农业部早起嘛紧急开记者会说明。今天在运的这些猪只哈，只能进到屠宰场，但不能再从屠宰场运出来。农业部嘛公布宣布，为今仔日中昼12点开始，全国的猪禁运禁台5天。启动全国的这个猪只禁运禁宰，以5天为一个单位。 那我们会视后续的一个状况，来透过专家会议来评估是否要延长。非洲猪只是 DNA 病毒非洲猪瘟类病毒体所引起的一种病症，目前无药通治疗，也是疫苗通治。若台中出现头例，表示自2018年以来所做的严格边境管制措施可能出状况。 养猪业是我们重要的一个产业哈。那如果说有发生这个情形，那所以我们要高度的重视。那这一批的猪只在昨天晚上已经全面扑杀哈。非洲猪只源头也阁无清楚，为着避免扩大，嘛随对案例场周边3公里的猪条做移动管制，嘛针对案例场出入的车辆人员做记录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